国家人权委员会中央社和3个摄影师合作举办台湾人权摄影特展，透过相片讲出台湾人权伫关注民族、性别平等甲移港一点。相片内底是30万年前引起大众关注的早族原住民唐英新，另外一张是礼拜时满满拢是移港的台北车头。国家人权委员会举办摄影展，用一张一张的相片讲出台湾人权的进展。2、1，国家人权委员会向光而生。台湾参展的其中一个摄影师吴祖明，30多年前捌翕过原住民族正命运动，前几冬伊重新用镜头记录这的运动者现在的生活。想要再回去找找这30年我所拍的这些当事人，我想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。到底30年的这个原住民运动呢，对于他们的影响是怎么样？这届摄影展除了原住民族以外，嘛有性别平等加移港的主题相片。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表示，8月初1拄好是委员会成立2周年，希望无同族群的人伫台湾拢有平等的权益。这些权利，我们都是踏在前人的肩膀上，一代一代的努力，才有今天。陈菊讲，人权永远拢进步无够，委员会会继续自我要求甲反省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